2027年开始禁止用喷饲猪，会先有1年的时间春秋嘛提供补助。屏东已经宣布要提早实施。香港火灾造成上百人无命，为着防止佫发生悲剧，政府下令甲300多栋建筑物外口的防护网拢总拆掉。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行政院宣布，为2027年开始，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明年会先予猪农1年的时间春秋，也各县市的政府嘛会当决定敢要提早实施。也若是伫咧明年1月底之前有申请要改用饲料来饲猪，安尼一只猪仔嘛会提供3600块的补助。禁止使用厨余养猪一直是我们农业部既定的政策。广东惠州地这行政测试正式决定，自2017年全面禁止喷饲猪。农业部长陈俊贵指出，一直辅导转型，喷饲猪户为7年前的2048间，即马只剩411间。会先予1年转型期，明年开始有条件开放事业喷饲猪，不过县市政府应提早紧。在这个最后期限之前，地方政府如果觉得说它已经可以完全禁止的话，那地方政府随时可以公告它该县市的一个禁止厨余养猪。明年开始开放1年使用事业喷饲猪，环境部列出餐厅学校部队喷，超市卖场过期的食品甲工厂废破废料，也有食物性料源影响，刚好少食搭公寓大楼禁用。另外，要互猪食啥物，爱地方政府先审查。他要列出清单，经过地方政府审视跟同意之后，他才可以来使用厨余来喂饲。想要伫转型期间，喷饲猪除了落实原分炊煮，还佫加装炊煮分度影像监视系统、车辆 GPS， 是不是要开钱？增加来用1年的设备，环境部表示，猪农应该伫评估。今天开始拍板之后，那补助还是在50%，所以养猪农自己要做好选择，是要转出饲料，或者是要继续来使用1年。那改用饲料，明年1月底进前，每只猪农业部补助3600，不过过期含补助剩一半。另外也补助饲猪的设备，全国饲猪户上济屏东县，饲猪超过100万只，佫是乌猪重要基地。官府了宣布提早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现在其实就是全面禁止家庭厨余以及事业厨余的使用，这部分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的标准是比中央是更加的严哈。根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已经有14个县市提早宣布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记者综合报道。东北季风眼台湾，天气寒死死。玉山主峰的步道是已经结冰，有机会出现冰沙啦。另外，伫咧花莲的小高峦溪甲花莲溪出海口，嘛因为东北季风口风飞山，天气民众上好就爱挂喙掩来防雨。兔细车慢慢北固伫空地啊就停飞，东北季风影响全台拢真冷，为影响关山落雪可能。兔细车为七早开始进驻合欢山，另外台湾第一高峰玉山也共款结冰。路边出现一阵暴冰，玉山通向主峰步道真侪所在结冰，部分路段冰痕明显真歹行。玉山气象站透早6点测到零下5.3度，低温结冰。有关处提醒爬山人爱细致。路上大概有结霜跟结冰的一个现象，没有登山经验或者相关没有准备好的话，就尽量不要上主峰。包含合欢山、武岭、太平山同款，因为低温，山顶拢是一片雾茫茫。专家分析，测试下半日水汽减少，加上7月开始温度慢慢回转来，恐惊要看雪爱等下一摆。下礼拜一这个更为这个湿冷型的形态出现，才会有机会结冰跟冰线的机会，在今天的上半天到晚上这段期间还是会有机会。另外，在花莲有人驶伫193关道花莲大桥以南，往花莲溪口路段所出现几片的红灰山，能见度敢若剩几公尺的行人景象。这个位置的话是眼睛有时候会弄到，会不舒服。昨天不算严重。昨天还不算严重。昨天是一般严重。在地人已经真惯习原来同款受东北季风影响，每年10月到过年4月，河保大社高度就强风，花莲溪、秀姑峦溪这河口一定有红背山。一年我们都会去做水覆盖跟绿覆盖，还有就是花莲溪的那个地方有
一些水路。水利署也提醒，天灾影响今年还未完成压制防备线的工作，建议民众厝外挂吹暗，也要注意塞车距离，避免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大学有几名的学生收到学校的通知，讲是迄落的接触者就要完成检查。疾管署表示，这初步掌握这感染源是一位外籍学生，不过嘛特别强调讲，这只是个案，不是校园群聚。点开有名的社群软体，进前有台大学生发文，发一张对学校保健中心来的邮件，内容是明确指出讲，因为符合迄落接触者的标准，为着健康，一定要依法来接受卫教、电工和抽血检查。他也没有实际告诉你说，你是哪一堂课有触碰到或者是接触到确诊者啊，对吧？所以其实他这个资讯也都不是很完整。看到那个还是想说顾虑一下，会戴口罩啊，在外面可能就通风就还好。台湾大学回应讲，配合卫生主管机关的规定，进行迄落的相关防疫措施。因为防疫措施涉及各组，无方便说明细节。不过，疾管署证实台北市卫生局初步控制的接触者差不多900个人，初步了解感染源是一个外籍生。它是发生在这个校园的一位这个外籍生，被诊断呢有这个肺结核，那么它是一个单一案件，那么并不是这个群聚的现象。那么这个匡列者的条件就是以说你同一天在同一个空间，那么共处超过8个小时以上，或者累积接触40个小时以上才会被匡列。从它可传染期就开始匡列，所以可能这个整个追踪的人数上，不少，可能有这个目前大概是匡列在900位左右。因为检查时间是拄好伫台大期末考的迄个礼拜，一个学生对这是感觉真困扰。疾管署表示讲，因为台大的学制是较特别，采用16礼拜的学制，伫12月中下旬就开始休寒，因才会伫最近一日就大量通知防列出来的学生。另外，刑勘计考的医师指出讲，迄落主要是透过喙瘾来传染，因为镜头毋是典型的接触者，无一定有镜头。若是出现咳嗽，也是刑勘杂这的镜头，都要较紧去看医生。就算感染到了，因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会把结核菌把它消灭掉，除非是免疫能力比较不好的病人感染到以后才会发病，那个几率不是很高，所以我觉得应该不用为了这样子而太过惊慌。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去年台湾迄落的确诊人数是6141个人，今年1月到10月确诊人数是4657个人。咱国迄落的防治目标是到2035年的时阵，发生率要降到每10万人口是10个人以下。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法国总统马克宏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会谈，除了希望中国会当甲欧洲徛共平来呼吁罗西亚停战，嘛有讲到中国甲欧洲的贸易形势。不过，这两个议题双方是一个讲好遐，一个讲本例，完全无共识。军内环境仪式了后，来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宏甲地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展开高层会谈，各由相关官员签署事先已经讲好的合作协议。法国媒体报道指出，马克宏任内第4届访问北京的焦点，就是俄乌战争加欧盟中国贸易逆差问题。J'espère que la Chine pourra se joindre à notre appel et à nos efforts pour parvenir dans les meilleurs délais à tout le moins un cessez-le-feu sous la forme d'un moratoire sur les frappes visant les infrastructures critiques. 欧盟面对美国川普政府提出的28点和平草案，除了甲乌克兰参详对应提案来反制，嘛持续批评部分国家，特别是伫讲中国持续购买罗西亚能源，那亲像提供资金。欧盟真侪解指控中国提供罗西亚零件甲弹药，用实际的行动支持俄军。对这代志，习近平一面讲支持任何和平方案，一面指控西方国家乌白乱骂。关于乌克兰危机问题，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同时坚决反对任何不负责任的甩锅、抹黑行为。若是伫经贸方面，马克宏出访前就真侪解呼吁欧盟各国，唔但爱抵抗美国的贸易压力，嘛爱减少对中国的挖苦，特别是科技方面。Et au fond, si nous continuons de faire collectivement comme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faire, nous irons à la crise. Notre conviction avec le président, nous l'avons dit ce matin, c'est d'aborder de manière très transparente la situation actuelle et d'essayer de la régler par la coopération et le partenariat. 中方视法方为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经贸合作伙伴。欢迎法方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马国峰一定伫初5转往四川成都，同一时间由法国送到转来四川的2只大鸟禽，会伫成都用落。中国一定会赶紧让新的鸟禽启停，祝福法国的动物园。公司新闻戚家仁编译。2014年，一只为马来西亚要飞到北京的飞行机，伫咧起飞无到1点钟，就无音无单失去联络。机顶239个人失踪，是到今拢也未找到。后来马来西亚的当局嘛认定这所有的人拢已经罹难，不过却拢找无遗体。敢若伫咧代志发生的过当年，发现那像是飞行机的残骸，这嘛是头一届有甲这件事故相关的线索出现。这所在行动是一直到2018年才宣布停止。即阵马来西亚的政府是宣布要搁重新启动55天的敲找行动，范围就锁定伫咧南印度洋的附近，希望会当找到相关的残骸来理清事当时事故的真相，或者已经等11年的失踪者家属有一个完整的交代。2014年3月初8日头早。马航 MH370 班机自吉隆坡飞往北京，飞无到1点钟的时间就失去联络。飞行机顶悬239人就下落不明，真做史上上界大航空的谜团。过去包括澳洲等等真侪国家，已经扫过南印度12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敢若找到一寡残骸，一直拢找袂到主体机身。马来西亚政府今年宣布。要过来和英美合资的海洋探勘公司无限海洋再一届来合作，12月30开始会登到印度洋一带15000平方公里。经过分析是上有可能的海域，展开55天的敲找，而且是按照过去找到才付费的合约机制。若是有找到关键的残骸，上最达7000万美金。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对马方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对家属来讲，这10天的时间因无法度放下，这颠倒是较严重的拖磨。有人想起迄天开始，因着无好好困过一个暗暝。若到了周年的追思会，敢会使伫咧残骸展区头前点蜡烛，写着继续敲找的字样，提醒外界这件代志拢也未结束。真侪国家的家属批评，当年真侪国家的对待，也佫有卫生的研判，甲决策的流程，拢有真侪疏忽。才会失去关键的黄金时间，希望这届会使找到飞行机。There is no closure until the plane is found, until we exactly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e aircraft and to our loved ones on board. Yes, it gets tougher every year because we are all expecting, some answers. 马来西亚政府讲，会伫这55天伫深海敲找，专程掌握进度，然后找到碎片。第一时间会通知家属甲相关国家，这10多天来 ，MH370 班机失踪，互全球航空安全甲跨国救援机制受到质疑。若这届重新敲找，敢会当找到答案，大家拢来看。公司新闻郑威林编译。过来关心美国华府伫咧前几日有国民兵去互人攻击，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这凶手就是阿富汗的移民。川普即马就以这件代志做理由，对移民政策是大软的。第一步就是要暂停受理19个高风险国家移民申请，亲像阿富汗、缅甸甲伊朗等等国家是拢包括在内，甚至佫特别针对索马利亚这个非洲国家。那批评伊是全世界上后的国家，佫认为是因害美国的治安变差，所以应该全部拢为美国付出去。上新的行动就是要派人到纽奥良市展开大规模的搜查，要将所有有涉嫌暴力犯罪移民全部抓起来。大批全副武装执法的人员伫纽奥良郊区巡逻。附近的居民徛起伫厝顶，看毋是势，赶紧上车离开。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上新一波的行动，要抓涉嫌暴力犯罪移民。美国总统川普按算要派国民兵去这个全美国西裔的居民比例上悬的城市。联邦当局锁定的，也有明年所在州的索马利亚的。1991年，索马利亚爆发内战，民众出走。了后，真侪人伫咧美国宗教团体协助之下，迁徙去这个气候真寒、劳动力欠缺的州。长久以来，在地社区之间问题未少，
散车甲技师，称载互这移民，加做基进组织吸收的目标。川普今嘛要甲这非法的移民赶走，而且佫不时大声批评头一个非洲的国会议员在来索马里亚移民。Look at their nation. Look how bad their nation is. It's not even a nation. It's just people walking around killing each other. Look, these Somalians have taken billions of dollars out of our country. 进前明尼阿波利斯市长捌批评川普的言论是违背美国人坚守的道德，不过川普无咧假意，颠倒佫讲索马里亚是全世界上无好的国家，为遐来的人应该为美国死出去。而且伊佫讲到民主党女性的众议员奥玛，甲美国前总统奥巴马。A lot of it starts with Barack Hussein Obama, because that's when people started coming in. We've seen him call African nations as shitholes, and so it's not really surprising. 在感恩节期间，北港附近发生2个国民兵去用枪击的事件，嫌犯是为阿富汗来移民。这个事件，让川普决定要暂停受理为阿富汗、缅甸、海地甲伊朗来等19个去用认定是高风险国家移民的申请。北港拜二发布这个备忘录，嘛明定会针对拜登总统时期已经进入美国这个国家的移民，严格审查因已经获批准福利的申请。公司新闻洪祖梅编译。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因为涉嫌收乌生钱、插手选举、佮炒股票等罪，互检方起诉，求判15年的徒刑，佮有4200万台币罚金。检方就表示讲，这金建熙毋但涉嫌操作股票、贪跳行钱，佮互人指控讲伊去插手选举，甚至是接受宗教团体用宣招破连等物件甲乌洗，而且伊是到即阵拢毋认罪，所以才会求判15年的徒刑。也法院是按算伫咧明年1月底就会宣告判决的结果。挂喙暗甲目镜，法警加搀扶行入法庭。南韩拄是戒严风波1周年，除了前总统尹锡悦，伊的牵手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嘛同款官司定审。经过最后一个庭审，韩国检方伫初三求处15年的徒刑，并告罚金差不多4250万台币。 저같이 아무것도 아닌 사람이 이렇게 심려를 끼쳐서 진심으로 죄송합니다. 수사 잘 받고 나오겠습니다. 南韩独立检察组指出，金建熙伫2010至2012年中间涉嫌操作德意志汽车公司的股价，得到不当利益。另外，金建熙佫互人指控，透过政治定人干涉国民力量党的初选，也甲接受宗教团体统一教送伊香奈儿皮包啊，宣召判连这的车体品。统一教的会长韩河祖也已经伫今年9月受押。 检方认为金建熙甲宗教团体有牵连，违反南韩宪法政教分离原则，情节重大。金建熙虽然伫最后说明表示，对于造成社会忧虑感觉失礼，不过各单也是否认一切指控。法院预定本案会伫明年1月2日宣判。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 镜头来到香港，洪浩湾带来火灾造成200人无命。为着防止这款的悲剧又搁发生，香港政府下令甲300多栋建筑物外口的防护网拢总拆掉。嘛批评讲，伫咧网络顶黑白放送火灾消息的言论，强调一定会依法甲处置。 香港防护馆主题头前的广场，伫火灾内底多过1劫的住户，抗火追悼牺牲者，各用手巾700塞。这场火灾，互200人伫火场当中死亡。香港政府除了将维修工程承包商红叶建筑、顾问公司放假，依法撤销大楼修复计划定期以外，伫调查火灾现场内底，佫发现负责制作应届防护网的厂商涉嫌造假产品的安全数据。 港府初三暗时下令，要伫初6进前拆除全香港咧维修的300栋建筑应该防護網。所以我而家宣布，所有而家進行大維修嘅樓宇，包括所有公營同埋私營樓宇同埋政府大樓，如果佢嘅外牆係有棚網嘅話咧，都需要即時將呢個棚網咧下架。 在香港境內未少維修建築的應該外口，攏綠色的塑膠防護網，初時開始，這防護網佇工人掛工時下攏拆掉。有居民表示，為建築的防護網已經設幾啊年。 The green net has already here. I think it was in December of 2023.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it's almost 2 years.
针对过去一礼拜伫网络散布会在相关假消息的网络媒体甲有名人，香港政府严厉批评是反华传媒、反中乱港分子，搁掠一个26岁中国籍姓陈的 YouTuber。这网红把拍影片表示会在思想者是罪孽深高，后悔消息报警不少同情言论引起网友怒火。香港政府表示，这外部势力分子有其他用心，搁分发煽动性宣传单，对受害居民造成二次伤害，是故意把乌救援工作造成社会分化对立，所以被绑定会采取执法行动。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荷兰有一间玻璃工厂，30年来出产过各种亚蛋质的玻璃砖塔，因用了手工加上多元的设计风格，嘛，互因得到国际市场的肯定。就算因的价钱有较悬，毋过同款也是订单才卖完。透明玻璃讲，伫个火内面是烧甲红红红，玻璃师傅把咱是正细致甲细细的分分的，制作出各圆各完美的亚蛋玻璃球。这间伫个荷兰首都华沙的家族企业玻璃工厂，30年来是生产各种手工亚蛋玻璃的配件，传统风格含工艺得到世界认可。连美国北京的亚蛋厂嘛挂过因兜的物件。Zawsze są nowości, nowe formy, nowe wzory. A jest zawsze jakieś tam wyzwanie. Tego trzeba robić z pasją, włożyć serce w to szkło, bo inaczej to... 根据欧洲外汇交易和下国付款公司ASEAN台报告，荷兰2023年亚蛋配件品的出口额到6820万欧元，排全球第5、欧洲第3。这间工厂嘛以高品质在国际市场徛甲真在，主要是卖去德国、美国、法国、捷克、瑞士、奥地利等等。因为坚持用喙来分玻璃，用手工画较好，每一个公司拢真开时间，爱用真侪力，各项成本拢真悬。业者嘛承认讲无法度和中国大量生产线来拍价小者。Our main goal is to compete with them in terms of quality, design, creating new stuff, so new ornaments, new decorations, new ideas, and of course the tradition. 虽然坚守传统工艺，但因逐年拢会推出灵感是对流行来的，建造含自然潮流的新系列，互品牌嘛保有现代风格。虽然最近几年商业设计领域拢在烧 AI， 业者同款坚持生产线袂有人工智慧，一切拢保留原创价值。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祝大家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